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石磨心》。都市，夜晚顶闪烁，像场的音乐响起阮的身边。虚情点胭脂，假爱孤孤甜，只有寂寞无看见。一蕊红玫瑰，一杯威士忌。像场的戏花围伫阮的身边，明知是虚伪，不愿来离开，因为孤单愈想着你。啊，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。已经麻痹，无药通医。啊，不知影思念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酒啉好醉，饮予伊时时昏昏去。哎呦，阿玉啊，那你是咧紧张啥啦？那你以前有米粉的时阵，嘛是安尼撞来撞去做东做西。即摆米粉有新，你就会叫伊倒喺面床顶，逐项代志拢袂使叮当哦。你是安尼讲的对唔对啊？好啦好啦，我吼都欢喜了紧张啦。你看啦，头母甲你讲，这有心的人吼，万项代志哦，家己都爱较细腻的哦。我知啦。啊！安尼，看你安尼尔欢喜，来唱山歌哦，是不是捡着金鸡母？无啦，捡着金鸡母是吼捡着孙，捡着孙。你米粉若是袂生哦，无哪就叫伊领囡仔来饲。哎呦，你是讲伊倒去啦？就是阮米粉有心啦。哦，是米粉有生啊？对啊！恭喜，你一定会恭喜啊！你啊，宝贵，遐济啦。秀英啊哦，佮打电话转来啦。伊叫我落来甲你讲，伊伫美国过得真好，真平安。我嘛讲恁两个时代拢真健康，叫伊当少年。哦，还长途电话遐尔啊贵，我叫伊明一直甲打电话转来，伤浪费啊啦。对，你少年人哦，你爱人甲伊讲，爱叫伊较欠的。宝贝啊，多谢你。袂啦。对啦，我推啊，拜托个，你甲我捡一盒恁过礼后吼，我让你摕来送啦。啊，看偌济钱我再互你啦。好，我来甲你捡。听个啊？今是安怎？变你讲是惊恁某煞唔敢讲话啊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我惊某的。哎呀，我这有气魄。有男子汉的气概哦。我两块喙手啊！哎呀，我淡薄仔性感呢。哎呀，这天庭啊，巴蒂呢？哦，真好上哦。好上啊！唉，可惜咧。是可惜啥啦？恁某去捡着你啦。阮某去着我？安尼？阁无诶，嘿，你看伊面相啊，怪怪啊，迄边闹人生个长哥啊，长哥阁起翘翘着无？啊，最近咧生要太过嘛咯，啊边咧不一粒啊。有。开喙去甲爆头啊！哎，无像像我咧一只落口马啊！哎呦，你某迄头头鬃啊，实在有够水
的啦。皮肤是白泡泡又绵绵啦，葫芦腰吼有柳腰款。哦，你像翁仔某像啦。你喏，放心，老阮真好，迄食怎样一定是拢无问题啦。有定的啊！你又搁请来算命？啊，无啦，等我落来甲毛腿仔要一寡盘手，算开讲啦。啊，毛腿仔，嘿，毛腿仔，我恁做好未哈？来啊啦，来啊啦。偌济钱啊？免。吼，安尼哦，无我赶时间，我先来去，钱明天我再甲你算下。我现在在哈，再见啦，哈，哥啊，再见啦，拜拜。阿玉啊，恭喜哦，恭喜你咧抱孙啊！听你讲啊，这个好消息你也知啊？阮孙若满月吼，我一定好好办一顿青草来请你啦。多谢啦，多谢啦。有定的。我甲你讲哦，后盖迄个小查某若过来吼，你袂使看咪开讲啦。好啦，咱开店做生意，摆一个面色，互人看，安尼无好啦。搞掂伊啦！文弟啊，李云啊，你毋是爱上班，来走来车啦？那有紧急的代志要找你参详。什么代志啦？来，坐来慢慢讲。公司哦，临时派我出国去考察。考察，那真好啊！你是咧烦恼啥？我家母也反对。我当然反对，反对到底。美云啊，你有死是天大地大的代志呢。恁公司要派你出国，这分明就是要跟我作对嘛。阿母，我有心吼，甲出国考察，这并无冲突啊。即摆哦，公司好又要栽培我，我若出国回来了后，我以后就有机会通去升做经理啊呢。经理有啥物遗憾啊？你想要做经理是无？刘丁啊，明仔载去我开一间公司，互咱美云做总经理。哦，好啊，毋过借问的吼，咱申请一间公司，是要经营啥？我唔知啦，关你饲肉吼，我哪会使啦？这你明明就是咧意气用事嘛。弟啊，你莫讲几句话。阿母，美云啊，伫公司已经真打拼遮尔侪年啦，即摆有机会升起来吼，这对美云啊是一种肯定啊。你若答应出国吼，互伊去出国行行的心情若爽快，生出来囡仔嘛较聪明、较乖巧。你若无答应伊出国，伊规工心情郁卒，万一生出来囡仔有问题，是要安怎？是无阿爸？对啊，问题哦，较有学问啦。我感觉伊讲的话有道理啦。好啦，我讲袂赢你啦，顾在你去啦。我甲你讲哦，恁大家爱甲我保证哦，保证这个囡仔无代志哦，若有代志哦，恁每一个拢会甲我负责啊。我保证，我若是出去吼，我一定好好照顾我倒来囡仔。李哥，摕一杯葱啊。歹势，一个无用哦，煞袂去甲你摕过。袂要紧啦。你点，小等，我酒灌互你啦。免。是安怎就免啦？人迄是偌贵也要送你，你着灌过，用的时才豆啉啦。唔好啦，你万不离哦，叫阿舅看到，佮点仔问东问西，啰里啰嗦，晦气啦。好啦，随在你啦。刘丁诶，我看伊偌贵啊吼，印象敢对你袂歹款哦，你家己敢无感觉？这人都真歹讲吼。一开始啊，我看伊敢若你目头足悬的，看咱做安尼做小生意，可能足看袂起安尼。一个熟悉了，我看伊足有礼貌，足客气的，对我嘛足关心的呢。我看你伫咧行桃花运啊啦。我，哎呦，哪有可能啊！等我看阿舅啊，感情遐尼好，袂惊什么桃花运的啦。对诶，讲遮伫咧讲啦，我看你也毋敢啦。但恁阿舅啊，迄个性地哦，你也毋是毋知影。
你若互伊知影讲你交查某，我看后就刷帮第二啊，代志就无法度人去收煞。这我知啦，我知啦。但我看伊斗阵遐久啊，我都无咧家己讨皮疼个。对呀。我昨日阿玲有钱，爱互你啦。那就遐尔功夫啦。哎呦，买个算分小姐无你紧收起。迄一下是600啦，咱家己人哦，算你500。啊，多谢多谢多谢。弟弟，哎，啊，恁做生意啊？有啦有啦。我看你是先生，你才插伫遮呢。哎呦，啊，我早起起来吼，我因说袂去食早顿。哎，做一碗面好无？我随甲你送。宝贵啊，啊，当歹所在啦，来，遐坐咧，遐坐。啊，免啦，等我要过来食面啊。咦，啊，你哪里来都无来，该倒插手啊？阮阿母啊吼，身体无好啦，啊伊带去医生馆，医生看啦，较晚就会来啦。哦。但别人对待你，就亲像你对我爱。啊，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。阿妈，来久了呗。啊，你有较好无？来来来，你遮坐。阿妈甲你讲啦，其实哦，我都敢若小我叫寒着那尔。啊，恁老母吼，都强强讲叫我落去医生看啦，袂算来咱兜钱伤济，惊开袂了。阿妈，阿母是关心你啦，身体若无爽快，就要赶紧去找医生啊。啊，恁阿嬷吼，愈来愈囡仔款啦，啊，讲惊看医生啦，啊，规路安尼细细念细细念啦。阿母啊，先来食药啊。哎哟，累的啊！但你嘛需要花休喘一下，安尼食药啊。啊，敢若饲茶叫的声，来宝的，你去创啥的哈？来看报纸找头路啦。安尼哦，哇，来宝是足乖的啦。阿妈甲你讲，查甫囡仔人啊，都爱找一个头路来做，无做头路唔好啦吼。对啦，累的啊。哎，小英公司敢毋是偌贵啊？因开的，若像你讲哦，因的公司佫袂细间了。你嘛安尼拨一个时间去找偌贵啊？甲伊讲看卖啊，甲咱来宝啊吼，会当安排一个较好的头路袂？吼。对哦，啊，我煞拢袂记。等下哦，我倒来甲拜托看卖啊。阿母，唔好啦，啊，啥哪唔好？卡叔讲我若是去因公司上班哦，我是惊讲哦，会去影响到秀英啦。啊，是影响啥物啦？啊，外贵敢知影讲我的代志？毋捌提起过，应该是毋知影。卡叔讲我若是去因公司上班，若是叫因知影，我是惊讲会去影响到秀英的婚事呢，唔好啦。哎呦，来宝的，你敢会早老实啦？啊，这件代志你就免提起啊！啊，你若无提起，敢会有人会知？阿妈，有案底的人哦，去人公司服务拢爱写资料，资料若是写无清楚吼，到时去人查对哦，变做歹收拾的。阿母，这个代志真心爱提起啊！我看吼，我一定有法度找到适合的头路啦。布丁啊，哎，阿少爷，啊，你有好食啊？真好食。好食哈。哎，我切一罐鸭肉给你啊，我鸭肉专家呢。哦，唔当唔当，食饱。食饱啊？布丁啊，啊你拍算要一世人拢卖面哦？我度啦，啊，我也无啥物学问啊，啊，头壳普通，啊，无啥物专门的功夫，只要安尼安分守己啊，卖面大三顿，安尼就好啊啦。我看你吼真无志气。我无志气。这是安怎讲啊？你安尼活尔用会着吼？啊，外表嘛袂歹看，算缘投啊。迄落啊小动脑筋一下，迄绝对会当创造你的事业第二春。迄一寡普通查某人吼，只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啊，就真满足啊。迄查甫人是无共款的，迄绝对拍拼做代志，互家己的事业是愈来愈好。安尼毋则世人啊愈来愈尊重你，愈来愈敬佩你。安尼人生才有意义啊！
我贵啊，我听你安尼讲吼，敢愈听愈有道理咧。嘿，我柳丁吼，就是用服务安尼压落底，所以到这时候才会拢无出团。哎，你若爱听我讲吼，我有闲时我就跟你开讲啊。等我米食完啦吼，来，这米的钱啦，免走啦。我有代志，我先来走哈。哎，大哥啊，再见哈。阿桥啊，好野人诶，你看，迄100块讲免走啦。我可能遗憾了。哎呦，你是咧创啥？这钱呢？刘天，你给我坐落。哎，好啦，借问吼，有啥物指教？哎呦，即马较有钱人交陪，连讲话也文雅起来啊呢。我问你，迄个查某过来创啥？来食面啊！敢若食面尔。啊，咱是开迄个面店的，啊，人来咱遮，啊，毋是食面，就是食鸭肉，啊，无想搁要做啥物代志啦？伊无甲你洗目尾啊？无啦。你敢敢就抓？哎呦，阿玉啊，你是讲伊倒去啦？当咱是咧开咧面店，人来食一碗面尔，啊，我当下咧做工课，啊，伊哪有机会甲我洗目尾啦？啊，有搁摸你的手无？无啦，伊太会敢摸我的手啦。伊太会唔敢啦！顶一摆我就看伊甲你的手勒甲按啦。顶一摆是看我的手相啦，即摆无摸啦。若无是上好啦，啊无搁我看到，我就绝对无帮你耍。我搁再问你诶，拄仔伊甲你讲啥？无啊，哪有讲啥？是句话拢无讲。有啦，我伊记吼，伊是讲我有第二春啦。等别人对待你，就亲像你对我爱着才知影。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。我几啊讲你敢有第二春？哎呦，你是搁听我搁对记啦？咱偌贵啊，是讲吼，我若搁较拍拼，以后会开创事业的第二春啦。你听唔到伊啊啦？是你讲唔对，毋是我听唔到伊啦。好啦好啦，算我讲唔对安尼好无？这生理场所，你莫画甲大细声，以后人客看着歹看啦，叫推过看着嘛是歹势死。好啊，咱搁讲啊，咱来切的啦。等下，切！你讲你要向我切？哎呦，你是搁讲伊倒去啦？我是讲迄肠啊切的啦，你有够乱呢！宇哥啊，安尼无用哦，咁但我甲你斗骹手。免啦，你无看我咱坐遮用啊拢总要生水啊，讨谢啦。宇哥啊，你有感觉吼，阮柳丁吼最近安尼各样无？各样？你是讲你柳丁的身体有各样无？毋是啦，咱已经是遮尔济当来好朋友啊，你着爱坦白甲我讲啊，迄阮柳丁含月桂吼，到底两个有咧变啥梦无啦？这外面哪会知？啊，你哪雄雄咧问我这？着算唔知即几工啊吼，迄月桂定定来啦。啊，敢讲月桂也免会来哟？当然是会用得来啦，毋过伊拢趁我无伫的时阵来啦，我一转来伊就走，你敢袂感觉怪怪？哎呦啊，这你误会啊啦！人月桂啊，有时来是咧甲我通知讲，阮秀英啊吼，伫美国吼生活了真平安啦。就亲像讲昨来是来甲我买一寡水果去送人礼物啦。呀，伊今仔日来是摕钱来害我啦，伊是来找我，毋是找恁柳丁的啦。推哥啊，你敢会当叫伊以后吼，莫来惦恁啦？切，哎呦，我是要安怎甲伊开喙舌啦？我以后是要甲伊结亲情呢。我若讲开喙叫伊莫来，安尼毋是等于我拒绝阮小女仔甲伊亲阮仔亲事？无安尼是要安怎办啊？你莫想想遐尔多啦。你若讲真是惊恁柳丁甲月桂安尼有各样吼，安尼啦，我教你一个方法啦。
什么方法啊？啊，你著逐工来店的啊，就等恁楼顶的身躯边，安尼哦就袂出问题啦。你好，请坐。多谢。恁这是驶过计程车，驶过，也敢有犯过规？毋捌啦，我嘛毋捌去互警察局去罚单。你敢有驶大客车的经验？无呢，无经验是袂用的。安尼本公司袂用去采用你。多谢。小等者，驶这乌头仔车，你敢有兴趣？假使讲若是公司正式的职员，我有趣味啦。好啦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这个机会啊是足无简单的。本公司董事长的司机啊，过2天就要退休啊，我会用推荐你去接这个课。多谢哥你栽培，万事拜托。也毋过你要补一份资料过来，爱详细写清楚，自细汉到大汉所有经过，上界重要的，来写出你有